继续是桃园市长的选战，来看台北市议员王凤仪开记者会来检举林志坚的论文的指导教授陈明通，甲林志坚也未发表的论文提予余正煌来参考，这违反学术的伦理。针对这款的指控，林志坚讲尊重对方采取的法律的行动。林志坚早起嘛来公布着伊竞选的主视角，主打年轻桃园的形象。坚定向前。桃市长参选前，林志坚1号公布竞选团队主视角，进前因为论文的代志较新闻，只要在咧团队内底，还能展现自信的笑容。虽然挑战很大，但是背后身边的每一个人给我最大的支持。这摆竞选团队的主视角是由有名设计师聂永真团队打造，蓝色、青色、黑色担任主要色调。竞选口号是少年桃园坚定向前，而字体嘛是设计团队特别打造的，形象画面看起来清气清气。不过林志坚业务处理面对疑问，拢是由共党立委郑文平代替回答。老师昨天的声明讲得非常清楚，2位学生都是在他指导之下。那也没有要抄袭的动机跟作为，那至于说对方所说的法律的动作，我也只能尊重。不过论文的争议愈闹愈烈，北市议员王凤仪一直召开记者会，甲林志坚的指导教授陈明通检举。我直接要向台大以及向教育部来告发陈明通违反学术伦理。陈明通31号发3摆声明，讲伊将林志坚无发表的论文交予余正煌参考，强调两个人无抄。王凤仪妹伊真正无适合做人的教授，以为他在外面在这边写剧本，然后外界就要去接受他这些配合林志坚的演出。论文的风波继续咧传，互选战真做是论文的攻防战。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